大家好，歡迎嚟到腦 Best， 係你嘅日常生活嘅腦神經科學指南。我係 Dr. Mark，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有趣嘅主題，就係心流狀態。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一個狀態，就當你全程投入一件事嘅時候咧，好專注到一個地步咧，就好似周邊嘅嘢咧變得好慢，甚至乎咧所有人同你傾偈講嘢啊，基本上你都聽唔到嘅。而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你做嘅所有嘢都好順暢，行雲流水一樣。咁就好似咧我哋個大腦就係 focus 咗喺一件事咁樣。咁呢一個時間感都消失嘅狀態咧，我哋就會叫佢做心流。匈牙利籍嘅心理學家咧，米哈伊去提出嚟嘅，咁佢就覺得咧，呢一個狀態咧，應該係我哋人類嘅最佳體驗嘅狀態嚟嘅，因為我哋能夠完全專注，而且咧發揮到一個極致嘅一個狀況。咁而究竟心流係一個點樣嘅狀態咧？咁樣，原來咧心流有三大特徵。一個特徵咧就係高度專注度好高嘅時候咧，就好似咧我哋用一支 laser pointer 咧指住一個點咁樣，基本上咧周邊嘅嘢咧我哋都唔會睇到噶啦。咁所有嘅專注力咧喺晒一件事去完成嗰件事，冇嘢可以干擾到你咧。呢個咧就係最明顯嘅一個心流狀態嚟嘅。嗱，就好似咧我哋著名嘅鋼琴家咧阿朗朗咁樣，佢曾經分享過一次佢嘅體驗。佢就話喺一個演奏會入邊咧，佢進入咗一個咁樣嘅狀態，基本上咧周邊嘅嘢佢完全聽唔到、睇唔到、感受唔到，甚至乎咧佢已經忘記咗自己喺一個表演台上面。當佢進入咗呢個最高境界嘅時候咧，所有嘅彈奏都係佢最高嘅能力嘅表現嚟嘅。所以咧，佢嘅回應就係嗰個表現咧，亦都係佢至今咧最回味嘅一個表演嚟嘅。第二個特徵咧，就係一個時間扭曲嘅感覺，即係話我哋咧喺嗰個階段咧，直頭覺得時間已經唔再存在一樣，亦都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個時間過得好快好快咁樣。又當我哋好投入專注咗一件事咧，其實咧周邊所有嘅嘢咧都變得好慢嘅。曾經咧都有人分享過一個狀況，就好似揸呢一個跑車咁樣，當架跑車去到一個極高嘅速度嘅時候咧，所有嘅聲音、所有嘅噪音咧都消失咗，而佢嘅專注咧就會喺咗個馬路上面前面發生嘅所有嘢，所有嘅反應啊，所有嘅行為，完全咧同佢嘅意識咧係融為一體咁樣。而第三個特徵正正咧就係行動同意識融為一體嘅一個感受，就好似頭先我哋分享朗朗佢嘅分享咁樣。基本上咧佢唔再需要咧記住自己每一個動作究竟應該要點做，而每一個動作下一步係點做，基本上都唔再需要記住。所以咧喺成個嘅流程入邊咧一啲嘅負擔都冇。我記得咧有一個動漫咧叫做《龍珠》，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咁其實咧最後尾咧《龍珠》嘅主角孫悟空咧，其實佢體驗咗一個最高嘅境界。咁喺漫畫入邊咧就叫佢做自在極意功。咁我覺得自在極意係一個好好嘅描述嚟嘅。自在嘅意思咧就係冇負擔，感覺好愉悅、好開心嘅。而極意咧就係去到我哋意識嘅極限一樣，即係話我哋好能夠喺一個狀態入邊將我哋嘅意識推到去最高，而係行雲流水咁將我哋認識嘅嘢咧表現出嚟。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心流狀態。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其實進入心流咧有幾個好關鍵嘅條件嘅。嗱，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部分咧，就係我哋嘅面對嘅挑戰咧，就要同我哋嘅能力係要啱啱好匹配嘅狀態。即係話，如果我哋仲喺一個學習嘅初階，譬如好似學一個新嘅語言咁啦，嗱，即使咧你背咗好多嘅新嘅生字都好啦，你進入咗狀態咧，你都冇辦法咧變成咗一個好流利呢個新嘅語言嘅一個掌控者嘅。即係話，其實咧我哋面對嘅挑戰能夠同我哋匹配咧，呢個咧係進入心流嘅第一關鍵。當然啦，同我哋能力匹配咧，其實有時我哋未必掌握嘅。但係當我哋面對緊嗰個挑戰嘅時候，你第一時間咧就會覺得究竟嗰個挑戰係好簡單咯，定係呢個挑戰咧對我哋太過困難？當我哋面對太過困難嘅挑戰嘅時候，我哋會感到壓力有負擔。好似一個比賽入邊咧，我只係鋼琴初階，但係我就要同朗朗比賽咧。基本上咧，我哋嘅距離實在太遠，我哋喺嗰個壓力上咧，就令到我哋冇辦法進入咗自在極意呢一個狀況嘅喎。當我哋面對一個太簡單嘅挑戰嘅時候咧，我哋咧又會面對一個狀況，就係我哋基本上對嗰件事冇興趣，甚至乎咧覺得呢一個狀況好無聊，我哋好想快啲離開咁樣嘅狀況。所以咧進入心流呢一個狀態，必須要咧就係喺一個能力同埋挑戰喺一個好匹配嘅狀態之下咧，先至可以進入嘅。嗱，4個字形容咧就係恰到好處。既然咧心流狀態咧係一個咁有魅力、有自在感啊、愉悅感嘅一個狀態，咁究竟喺腦神經科學嘅角度入邊，大腦究竟喺呢個狀態底下發生緊啲咩事咧？第一個狀況咧，同我哋嘅意識係好有關係嘅。原來第一個狀況唔係做到啲乜，而係令大腦唔好做啲乜。
所以第一個狀況咧就係大腦會刻意抑壓我哋大腦前額葉區嘅功能。前額葉區咧就係我哋人類大腦意識嘅所在，咁亦都係我哋所謂嘅認知功能啦，我哋人類最獨特嘅思維嚟嘅。咁正正因為呢個思維咧，佢其實產生咗好多情感啊、壓力啊、意識啊等等，就令到我哋咧有好多分心嘅機會。咁呢一個情況咧，就同我哋前額葉區好強啦，影響咗我哋專注力嘅一個好常見嘅現象。如果大家咧都試過喺夜晚工作到凌晨2、3點，好眼瞓好攰，然之後一瞓落床，個大腦就不斷喺度思考。呢個思考過程咧，就係我哋大腦前額葉區嘅主要嘅工作嚟嘅。咁所以經常受到外界嘅意識影響咧，就會令到前額葉區咧，令到我哋冇辦法進入呢一個心流狀態。而前額葉區咧，經常都整蠱我哋嘅，譬如好似我哋做緊一件事，好專注，希望咧做到一個好嘅效果，但好多時咧呢個壓力就會分心，令到我哋咧就會專注究竟我哋嘅表演，人哋會覺得好唔好睇咧？究竟我咁樣講，我講得啱唔啱咧？有甚至乎咧，其實咧我做得好唔好咧？呢啲咁樣嘅思維，咁呢個情緒嘅影響咧，就令到我哋冇辦法達至自在極意呢個狀態。咁所以咧，心流第一個步驟就係抑壓咗呢個前額葉區。咁當然啦，如果你都係一啲瞓得唔好嘅一族咧，我哋稍後會有機會咧，就教大家點樣可以瞓得好啲。但係你嘅大腦前額葉區越強咧，你其實越能夠進入呢一個自在極意嘅心流狀態。第二個大腦發生嘅事情咧，就係我哋嘅基底神經節咧就會開始喐動。其實基底神經節咧就係我哋一個人嘅全自動化嘅一個控制中心嚟嘅，即係話我哋所有認識意識上面嘅嘢咧，佢都可以攞得到。佢個位置好簡單嘅啫，就喺我哋負責記憶嘅海馬回嘅下面嘅啫。咁正正因為咁，佢就好方便咧去攞我哋嘅記憶同埋我哋嘅意識，而且咧我哋學習所有嘅資訊咧，佢都可以透過咧海馬回咧去到我哋嘅大腦皮層嗰度咧去應用得好好。就好似我哋一直講緊嘅鋼琴家喺演奏嘅過程咧，佢唔會再記住咧嗰啲音符啊、哆唻咪發蘇係乜嘢，下一節究竟係幾多拍嘅。基本上咧，我哋成日都形容呢個狀況就係入晒血噶啦，喺個血液入邊運行緊，身體每一個細胞咧都知道下一步點做。呢個咧正正係我哋大腦嘅基底節嘅神經咧，我哋基底神經節嘅一個主要嘅功能就係令到我哋識嘅嘢全部自動化咁樣一體化咁表現出嚟。而基底神經節咧係其中一個多巴胺嘅 pathway 咧，一個非常重要嘅參與者嚟嘅，即係話其實我哋基底神經節除咗咧可以攞到我哋所有嘅記憶之外，佢仲會釋放多巴胺去到令到我哋有一個產生自在嘅感覺，一個愉悅感嘅一個好重要嘅獎勵嚟嘅，即係話獎勵嘅部分提升咗，我哋就會產生個愉悅感，而亦都因為咧我哋能夠將我哋所認識、我哋認知嘅所有嘢攞出嚟，有系統咁樣使用，自動化咁樣表達，咁而產生呢個嘅好自在表達自己嘅一個狀態。而第四個關鍵，大腦神經科學嘅心流狀態咧，就係我哋嘅左右腦嘅活躍度咧會有所轉移嘅。我哋會由左腦嘅分析系統咧轉去右腦嘅一個情感表達啦，又或者咧一個抽象表達嘅一個狀況。嗱，所以咧你唔難發現咧，好多時咧進入心流狀態嘅人咧，就一啲藝術表演嘅朋友啦，又或者咧係一啲運動嘅健兒啊等等咧，佢哋咧就好着重呢個心流嘅狀態，但係並唔係佢哋嘅專利嚟嘅。做任何嘢，只要能夠令到我哋產生呢個愉悅感，避開咗我哋前額葉區嘅刺激，能夠做到抑壓，然之後咧產生呢一個嘅有效獎勵嘅感覺咧，其實我哋都有咁嘅能力，將由左腦轉去右腦，而右腦我哋都知係一個大量記憶嘅一個位置嚟嘅，咁所以咧進入嗰個位置咧，我哋就將所有嘅資訊好有效咁樣融合起嚟啦。研究顯示咧，其實進入心流狀態，我哋嘅工作效率咧會提升5倍咁多。而研究發現咧，我哋大腦嘅神經嘅彈性咧，亦都喺嗰個階段咧係做到最大嘅彈性出嚟喎。即係話我哋會重塑我哋認知嘅所有資訊，即係我哋已經學咗嘅嘢咧，佢會重新鋪橋搭路，變得一個更有系統、更容易表現嘅一個方式。所以提高效率咧係非常之有用。咁既然咁好，點樣可以持續咁樣做到咧？嗱，有幾個關鍵嘅因素嘅。關鍵嘅因素咧，就在於你選擇嗰個挑戰嘅難度不能太高，亦都不能太低，要同你嘅能力相應先得嘅。咁個重點就係究竟你對自己嘅能力嘅掌握有幾多啦？嗱，多啲挑戰自己咧，其實係其中一個咧體驗自己能力去到邊個 level 咧，一個非常關鍵嘅狀況嚟嘅。第二咧就係要設定明確嘅目標，有時咧個目標太遠咧，我哋距離太長時間嘅時候咧，我哋就好難咧有一個好持續嘅狀況咧去追趕呢一個目標。咁亦都喺心流嘅狀態咧，只係一個短暫嘅狀況，好難咧一路維持10年8載咁樣去做喎。所以咧，將目標咧斬成一啲比較短嘅一啲短期目標咧，就會係一個比較好嘅掌握心流狀態嘅安排方式啦。咁跟住咧就係創造一啲冇干預環境嘅一啲空間，所以咧好多時咧，譬如好似一啲作家啊、創作人咧，佢哋咧就會喺凌晨時分咧，特別好似有多啲 idea 啊，有多啲靈感咁樣，因為嗰個階段咧，嗰個干擾比較少啲，咁佢進入去呢一個嘅心流狀態，抑壓我哋嘅前額葉區嗰部分咧，就會容易做到一啲。
最後啦，練習下自己嘅專注力，因為咧專注力去到某一個位置咧，先至能夠產生嗰個愉悅感、自在感啊。所以咧，本身你嘅專注力不能夠太低嘅。咁雖然咧頭先講嘅任何人咧，其實都能夠達到呢一個心流狀況，但係如果定期咧有一個專注力訓練嘅話咧，其實對你進入心流狀態咧有一個非常重要嘅作用。當然啦，點樣訓練自己嘅專注力咧，稍後咧有機會喺影片同大家分享一下。最後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啦，既然喺心流嘅狀態咧，大家會感覺到好自在啦、好幸福嘅感覺。呢一個嘅獎賞咧係我哋大腦自己製造出嚟嘅。如果我哋多啲利用嘅話咧，可以令我哋嘅生活啊更有幸福感。咁有咩可以做咧？咁樣其中一個咧就好似日常嘅運動一樣，譬如持續跑步啦，好多人咧都會有一個體驗啊，我哋叫做 runners high， 好似咧跑步嘅時候咧有一個好 high 嘅感覺咁樣。咁所以就令大家上癮，好投入，繼續咧想跑咁樣。咁其實任何運動咧都可以去到呢一個嘅興奮嘅狀態嘅。所以咧大家持續運動，做一啲自己喜歡嘅嘢，等自己嘅大腦咧定期獎賞下自己，喺環境入邊咧提供多啲嘅幸福感俾自己咧，都能夠幫到大家喺心流狀態，令到我哋嘅生活更有幸福感嘅。唔知大家有冇體驗過心流嘅狀態咧？如果有嘅話，歡迎你喺評論區嗰度咧話俾我哋聽你嘅感受係點嘅。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影片嘅話咧，歡迎大家訂閱我哋嘅 channel、comment、like and share。我哋下次見。